大家好，歡迎返嚟莊山頻道。最近永豪同永漢喺錄音門鬥到你死我活，永豪話永漢攞晒鼎爺啲錢，永漢又話永豪禁錮鼎爺。原來佢兩兄弟喺36年前嘅亞視經典劇《還看今朝》喺戲入面已經鬥到同歸於盡。除咗黃日華同吳啟華兩個成年角色夠氣味，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反而係兩位童星嘅演出。李永漢飾演江書海童年版，李永豪就飾演宋邦童年版。兩兄弟喺劇入面一開始已經站喺對立面，幾乎由細鬥到大，最後更加走到同歸於盡。成個故事充滿宿命感同悲劇味道。李永漢當年演嗰個少年紅衛兵，眼神入面有種壓抑、狠勁同不安。明明年紀咁細，竟然演到一個被時代扭曲嘅角色，層次感好強。李永豪演宋邦童年版亦都唔輸蝕，兩兄弟一個硬一個烈，戲入面嗰種敵意同衝突，好自然咁撐起成條感情線，令觀眾睇落去會覺得呢場恩怨唔係一朝一夕形成，而係由細個開始已經埋下伏線。有趣嘅係，當年大家睇劇係睇兩個小朋友點樣喺時代洪流之下被逼成長，點知幾十年後，現實入面嘅李永漢同李永豪又真係因為爭產同照顧父母問題搞到水火不容。兩兄弟因家事決裂，甚至演變成公開互相指控，令外界再次將佢哋同還看今朝入面嗰種兄弟對立聯繫埋一齊。所以而家睇返還看今朝就唔只係一套講歷史同命運嘅劇，仲好似一面鏡，照出人同人之間嘅恩怨、執念同埋家庭關係入面最難解嘅結。當年戲入面兩個童星鬥到同歸於盡，今日現實中兩兄弟又鬧到咁僵，難免令人感慨，有啲戲原來真係會喺人生入面延續落去。